Hello， 大家好，我是郭本，又到福氣來的時間咯。講到咖啡啊，一般人會想到佢嘅體位，大部分係來自中南美洲，也係講非洲哦。唔過大家有聽過冇？人哋呢中國大陸嘅雲南，嗰邊也有出產咖啡呢。嗰邊嘅咖啡係樣板嘅味道，也有地杯有樣板嘅故事呢。人哋還係夾夾嚟邀請在地嘅好朋友，好好同人哋紹介一下吧。馬上來分享人哋來自閩南嘅一品仔咯。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呢對面來的一品雲享咖啡的一品。哇，分享一品仔，一品仔頭先有講到啊，人哋啲咖啡體一般聽到會想到係來自中南美洲，又講非洲嘛。人哋咖啡體嗰種安貼嘅係來自中國大陸嘅雲南咯。係，中國嘅雲南吼，一般人對也印象吼，產品啊，除了風光明媚吼，嗰啲地方好了。最主要可能都一般人聽到會有普洱茶，冇錯，唔係茶啊。對，但是像我哋呢咖啡頭，嗰種人唔啲講普洱就是普洱，哈，伊唔係搶山茶心，有咖啡。雲南有個地方哈，專門特別，人哋講地理環境哈，對植物的生長，哈，對農產品專門從業。你就像我哋講梨山的果梨菜，其實品種都相同，啊，做乜嘅睇品體種，啊，哪梨山去種我冇相同。雲南的普洱嘛相同一個道理。雲南下面一個也地理環境專門獨特的地方。太山太水。好山好水。好山好水，真是專門太嘅山吼，伊旗下做名山，迄個茶心做乜嘅山啊，安好呢？因攏係老樹，好冇開發，一點個重要，沒有開發，沒有污染，一點個重要。高嘅山，唔像我哋雲享嘅咖啡豆，最少開發800公尺。一般人嗰陣講800公尺按成本山度嚟應該要做，因為也地理環境山嗰度平地嗰少，所以人嘅東西攏嗰度攏係山度嚟。也環境因為日夜溫差專門大，日夜溫差是非常大的，海拔也高。因為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啦，所有嘅種嘅農作物哈，有一個最重要嘅東西水。那雲南因為個地塊，伊冇像中國大陸沿海嘅城市哈，伊按到工廠。伊睇青山地塊，還有假使地形攏山，伊該唔冇開發，所以工廠個冇工廠，伊就沒有污染。對，所以也環境專門適合。雖然講伊安尼咁講啦，我有問過伊講啊，但一個農藥嘅問題啦，我講我哋台灣注重食安，我哋既然愛創立一個品牌，我哋喺度做一個東西，伊都咁講伊吧，伊講啊，姐姐。成本用我發下來咯，種一條山度裡按嗰個山冇辦法撒農藥，雖然安尼啦，但是我還是將我哋嘅體位全部送去，我哋去做 SGS 的檢驗，確實380樣的農藥檢測全部安尼入圍。哦，零檢出都超。我們全部給他檢測。哦。對，因為這個是對客戶的一個保證。嗰時候對這片人係精確嘅，這片人用好嘅、行好嘅體位。好，我哋都得三體屬。好，在業界有一種講法，這種在地區產區找鬥爭嘅人都獵鬥人。我哋同你冇相同，一般的咖啡店，也係烘焙師，伊攏去跟生豆公司，買體位。我們是一體，全部一條龍的作業，就對請體位，買一個烘焙師，行體位嘛相同意。好搞本來到台灣的時間，我哋攏而家行好裝好，好我哋明白，我哋一年數100體位嘛，明年的年代當有數體位，我哋數好頭的倉庫，我都單你講講啊，買個東西1多公斤，中皮1多公斤，前皮1多公斤，按照我哋那個單咧，大概開單，伊行好誒。伊都講係送喺我深圳的轉運站，讓打包上飛機，所以我都講我哋台灣的空運來的。對。嗰時等於講，唔能睇話，係對嗰邊樹級好呀，處理好嘅，像進口嘅嘛。某一天講係古天一個學咖啡台灣農民種嘅，係幾度嘅一個種嘅。那以後我哋都請來嘅。真是他們唐紅的親戚，沒有的親兄弟尋寶的功用。對，所以我說他叫獵鬥人啊，就打獵一樣。會唔會有一種可能，因為受到天氣啦，也係講季節的部分有影響佢體位有時節，佢體位嘅產量冇到唔能愛嘅數量啊？因為雲南嘅產量超過能想象，真是專門睇，因為說伊安泰嘅地方，總唔可以按到統一雀巢星巴克攏喺摕嘅
伊就提供人工效。第二，俺都讲也产期改好。你像它有4大产区，我们那个产区很多普洱，它把很多丝毛区，像它现在是普洱市的丝毛区。这个味才可以贴配。好，它的比如说它的山的走向可以贴配。当初星巴克总裁伊还咧筹呀10年的飞机。伊去店咪可以开，所以俺的贵太部分虽然有些产区，俺的贵太部分还能得丝毛那个产区，因为那个跟星巴克同产区。那安尼太公司给他们迄个食材根本就有量诶，也拢评估过，第一个有量。对，唔讲多也个气候问题有，像亚2年哈极端的气候，比如说极大的雨，这个就俺哋讲考验烘焙师的技术咧。我时常讲啊，其实我收地啦。俺人家个多年过后，自家来行咖啡廳，因為買機器嗰方便，台灣曬咧，一台20-30萬，日本紙可能30-40萬，德國紙可能70-80萬。買來反正唔去買上頭，俺哋台灣的生豆公司嘛做過好，進口過多，買1公斤過來，俺自家不用下去，天咯，讓你去來做行，俺哋烘焙師唔係，你看我直火烘焙。直火可以用个炭火这种诶，冇啦，我都碳太排碳太不环保了，煤气。就一个大的滚轮那一种，一做车架那行。那个是那个技术，为什么？因为豆子是活的，就算穷那个台湾，去年的树诶同今年树诶，伊本身的含水量处理过后，伊底部含水量重量都冇相同。唔错。佢愛靠嘅經驗，看一下當地講今年嘅一批頭有可能我用那度嘅溫度行一度叫。唔錯，它是很細微的差異。可以些，但是低嘅人都低，有嘅經驗唔都低。疏烘有經過很多頭嘅，韓國的你失敗的夠多啦。對你倒掉的豆子夠多，你就知道了。可以講安尼講啦，所以講環境有影響。唔過講到咗嚟，依邊啫，等安尼分享啊，對一個咖啡，對一個體會一點點了解咧，這個對一個咖啡係咪平時都有在食咖啡，還講以前都係做咖啡嘅一個產業嘅部分啊？其實我講咗啦，一個嘛鼓勵佢到一個年紀，然後雖然不過人哋退休嘅50-60歲，其實唔想去做事情，唔想去做都冇困難。我係講一開始伊剛才講，伊講姐姐，我可以把咖啡豆交給你嗎？我馬上退一步，我講我不懂，我唔知然後我不懂咖啡，因為我一句話，姐姐你肯學嗎？對，我都應啲一句話，我講好，我講很高啊，我都好。一開始因為那個時候已經開始接近短時間，已經接近疫情，他們那裡已經開始，所以伊都先加了來同我用來生活明日生產冇兩點鐘。對，對產期每一個是個運用的品種，運用的產期一鋪等於就是小學生啦，一些按照帶起來搞，都充足，全部按照搞過來。哇！對，我不是原來懂咖啡才來創業咖啡的，我其實很忙。那過去的經驗哈，我在保險業、在餐飲業，都當過主管。對，然後我嘛去搞快過便利商店，我2008年就88風災經驗嘅，我都不平嘅，我都覺得我股票我面痛，我都用身體，身體用好啊，我喺講我前面一個行業，你一定會很難想象。我就因為我哋嘅生活嘅產業道路，等下我哋冇嘅時候，我哋點都睇嘅產業道路都愛過月光山隧道去南美線、山林、甲線哈，都幾條路，過到沙叉。幾條路藝術。對，過到沙叉，所以我哋喺香港咧方便，因為我做股我都開 YouTube 沒有嘅嘛哈，去上班也唔方便哈，我都香港。剛係做沙茶，剛係做門口沙茶，最後買乜嘅啊？檳榔攤。所以我剛講我前一個行業，我可以11年的檳榔攤，嗰種人佢很難想象。好難想，所以我也鼓勵佢度講，不過你喺人生行一樣嘅，機會來嘅時節，唔通留一個機會。認真的投入，全心投入，唔都會有成果出來。依邊啫，你雲享咖啡有個兩隻詞啊，一定係講談好了，一定係有個畫面，個底部有冇個特別的意思呢？雲享哈，其實你看歌唱團來彈過有冇？有啊，怪熟悉呢。對，感覺很像在哪裡聽過，對不對？真的，每個人讀書的時候攏會同舌李白詩人。以下要說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槛露華濃，就那2個字。因為我很喜歡這首詩，那個時候是想到說，雲想2個字，那個意境我很喜歡啦。再加上本身我們就是從雲南來，
对，然后所以我就取了这个名字。那字体又比较特别一点，我们云翔的商标是因为那个时候想说把它跟我自己是很喜欢华人文化的这条毛笔，那我就请了一个认识的书法协会的大哥帮我提了这2个字。对，那个时候还闹了个笑话，我看到这2个字，其实你如果直接看到这2个字，一般我的很多客人每个人都是这个字云看得懂，那个翔他写的比较草书一点，然后。对，我那个时候也有问过，我有问过那个书法大哥，我说这个字这样子客人会看不懂。毛笔是写出来结果大家都看不是艺术，但是他就跟我一句话，他说你要看得懂，你用电脑印就好了。我想想太有道理了，所以最后我们就选择了这个。所以云翔咖啡哈，我们在创立的过程，那感觉啦，各位神奇的一个地方，讲，其实某一个部分係能係佢設計佢專門嘅地方。那至於講通係過去哈，出事嘅人，那過去結了一個好人，都一個時期來，我哋家一個資源，該做一個整合，以出變成一個事業嘅。等於講佢喺頭前吼，一大部分人生嘅累積都更加開始嚟開花結果嘅安尼。對，可以咁樣講。係啊，哇，觀眾朋友，依邊這個分享嘅故事，但蠻神奇也本人幾感動咧。不過雲南佬嘅咖啡頭嘅，其實可能係樣板嘅味道，地方又還有樣板嘅故事呢。唔好走開哦，我哋馬上過來繼續同大家分享。觀眾朋友，真是雲南過來嘅咖啡頭嘅，真是當蠻香呢。不過啉香來係乜嘅味道？大家來試看啦。依邊啫，一個咖啡頭嘅是係當蠻順呢。不過佢頭嘅是係有失敗，也有是唔錯冇，有個酒嘅香味哩。冇唔錯，因為它裡面有個哈，在我們雲翔裡面叫優雅的華爾茲。它是一個日曬豆，這是日曬豆的特性。以自然地喺果場處理嘅果場，基本上我哋前面有講到哈，伊對一個脫殼哈，對一個果實摘下來脫殼都變成它有一個叫日曬處理法，這個是日曬處理法，以本身的一個特性，它會帶酒香。但每一個頭帶出來冇相同。假使講唔好講啊，我還會講到奇怪，根本你係裡面唔係有黑咖啡哦，佢唔係純哦，佢係唔能落酒下去嘅嘛。所以有可能是像我們講的調過的愛爾蘭咖啡的那個概念。對，沒有，它就是自帶的。我哋嗰度哈，各有年紀啊哈，也個也都大哥大姐哈，每一個人啉到一款咖啡頭，都唔會改嘅。而土古天最愛一個。以前在條東講一個咖啡，叫乜嘅名嘅啊？有人叫優雅的華爾茲。優雅的華爾茲，糖香來係烏頭嘅名嘅呢？冇唔錯。佢特別啲，該不會唔能地杯還有其他條嘅，也係用烏頭來按名嘅吧？我哋全部。啊？對。真是的。剛剛都記一下，唔能還有哪條冇用嘅名嘅條嘅吧？好。我哋一個咖啡豆係嚟命名哈，主要係嚟因為我每係嚟寫寫圖條國際標準舞，都一般人談過啊，可能一般人對國際標準舞冇了解啦哈，我哋簡單都可以分做2大項，國際標準舞總共有10項，2大項分成2大項，每一項是5項，就拉丁舞同摩登舞，你講拉丁舞看下攏啲，然後也有節目可以做下嘅哈，不同節目可以做，摩登舞佢都唔啲。正確的講法是標準舞，好，這是簡單的一個帶過介紹哈。所以它總共有10項，我哋都用一個來命名我哋的咖啡豆。好，那做乜嘅話按嚟命名呢？因為我本身對一個舞蹈，我咱們了解我當然每些跳舞都睇哈，接觸我哋接觸一個舞蹈已經20幾年了，啊，所以我對這個舞蹈的它的曲風，好也風格也節奏我全部搞清楚。我唔會跳，我唔會很老實，但是我唔會跳。咁所以我家一開始時我都有一個想法，都講我嚟啉每一種以幾個嚟用品，好，我嚟啉可能我啉嘅時間本來上到，也改從一個國際標準舞地方買那一個舞蹈，我都嚟用一個命名。就其他嘅風格係從哪一種嘅舞蹈？冇錯，像我哋地方有一幾樣多，我哋烘焙師拼配，一般人會認為那個是綜合咖啡，我也順便介紹拼配這是咖啡。拼配根冇簡單，我哋特別唔啲咖啡嘅人，我哋會想講綜合咖啡啊，咩都干
无相同嘅体位路橋下，嘿多人都做喝咖 ABC 啡。嘿，冇，偏偏係啲功力。我同卡下順便介紹講，唔係睇到俾賣咖啡，我靠入一個烘焙師嘅功力，唔到能量好東西，唔到啲嘅。第一個拼配，怎麼嚟講？拼配我先講一個概念，不能唐突。像我哋嘅烘焙師，而係你講一支體位，也要烘出5個焙度。好，你想咖啡不是只有淺中深焙嗎？不是。它像有一個東西叫羅布色卡，其實功力好的烘焙師以一個體位，你可以淺中、淺中、淺中深、中深，它是可以，就像我們看那個色卡，我們看那個畫家那個色卡，不是只有紅橙黃綠藍靛紫，紅會有淺紅、深紅，淺紅會有這樣的概念啊，我只能這麼講。按 U 哦。對，所以同一隻豆子，它要烘5種。哦。等於講一支體位，佢行去貼起行無相同嘅，對，5種焙度，按當去拼，而家嘅批房量係都唔低，也係你每一個烘焙師，資深的烘焙師有秘方，就是講以可能生焙的10%，好，那要佔20%，中焙要佔10%呢，伊都每一種按嚟批，伊批出來，所以一個好烘焙師以後有這麼好味覺同嗅覺，而且行出來也杯測嘛，可能講咖啡也杯測，所以伊一記好。會貼配，以做冰熱美式拿鐵，全部是它。對，它就像 Tango 一樣，它就是節奏感非常的強烈，那曲風很明快，意思就是這樣。所以我當初在取這些名稱的時候，我們從你看自由 Tango，但是它因為我們 Tango 一般就講 Tango 嘛，我在每一個名稱的前面再加了一個形容詞，比如像你剛剛喝到這個華爾茲，我們給它加了優雅，這就是我對這個舞蹈的印象。好，華爾茲是很優雅的。好，那 Tango 它就是腳步很快的，有個節奏一點點明確。你會發現它的節奏感很明確，它會在一個頓點的時候，那個頭是啪啪就轉了，然後就是非常自由的，很 free 的，所以我就給它講了一個自由 Tango。對，那像街舞，對 Jive， 我們就給它加了一個女郎。對，因為它喝起來那個很清爽的感覺。對，就像街舞的時候，那個舞者的那個裙子，它那個飄逸感，它那個節奏感，在台灣早期哈，我們把國標舞引進來的時候哈，他們把這個街舞叫做快8步，你就知道它節奏有多快。對，它節奏感是非常快的，所以那個舞者的裙子是很飄逸的，所以那一次就很清爽。所以我們是用這個名字來搭配。是下去心情就會從底下在跳舞。洶湧哦，如果心強快，按人家嘅心情也可以快樂按嚟嘛。對，所以我們也希望說，透過雲享咖啡，就是說，透過喝咖啡來了解國標舞。那也讓你從國標舞的角度來進入咖啡，讓喝咖啡變有趣。依邊即係第一講，人哋體會同一般嘅商業都冇洶湧嘛，人所以精品嘅咖啡，如果精品咖啡，佢能有這個套嘅。體位標準哦，按人咧體位標準係哪種嘅？係特別好嘅呢，也係特別太啲，也係講具有特別嘅處理嘅方式。你可以同大家講一下嘛。人講一般都講講篩選啦，嗬，都講人講試體位，特別你試東西嗰種試體位。一般業界嗬，人哋睇講嗬，用大家都18、19，也19、20去試，表示嘅試嘅當中有一度嘅坎。當然17、18嘅，伊都試嘅睇留嘅睇嘅試當中都個太叻嘅。好，所以香港人都對一個部分人該要求個高。好，人哋咧烘焙師要求咁高，伊都用17、18，所以人哋體會攏個太叻。唔講試體會跟做乜嘅試體會很重要，當然很重要啊。就像我煮菜嘅時間，唔係揀菜切得太細相同，唔強嘅火氣煮嘅時間，而那我強嘅熟度。體會嘛相同啊，唔見咩喺中國啊，太細粒，全部攞喺地杯，地杯要係要本重嘅煮過嘅磨托過，做下行去太薄熟，安尼會有咁樣嘅現象。唔講啊，太粒嘅體會啊行30分鐘，但是細粒嘅體會可能唔是啊，所以太粒嘅體會行熟嘅時間，細粒嘅煮過來咧，好，所以我哋試探過哈，有跟人行而去某一個大的知名品牌哈，伊啉過100生焙，有100人嚟，伊終於講伊請到，伊看過類似的報道講台灣貴廠有雲南有產咖啡，伊已經請喺台灣請到。亞馬遜他講一下，目前的台灣哈，雲享咖啡應該是唯一專賣
哦，云南咖啡。对，因为它的咖啡释出率不高，所以我们目前我们唯一从那个人下伊来都係個，每一種總比例咩？係講我哋係有一個專門等真的秘密武器，係講我哋看啦冇。係講生皮，伊講生皮啱唔係？伊擺皮嘅啉到伊都學到嘅，係講唔啉看啦生，佢講係煮比例，伊唔係加牛奶咯。我哋一般也給我哋會用來煮拿鐵，加牛奶，煮了再加牛奶，但是我比例美式，伊直接按嚟啉，他非常驚訝，伊講怎麼可能？生培會這麼好喝？講第二種嘛，佢睇嘅會啉到，會苦，會快啉，因為佢調係松葉調，冇脫膏，所以攞錢辦法安尼。所以咖啡其實都生培時間，它是有一股它很特別自己的優質跟香氣。可是你迄陣講你調嘅冇脫膏，你睇色料冇相同，你底杯有的會調嘅瑕疵，行嘅出貨來咧，所以人家咖啡啉起來都會苦，都有出貨來味。你完全喝不到咖啡香。對。不過因為在你哋睇啊，其實按用型吼，在前置作業時間行嘅按好，你哋也特別透過。不過真是幾多路卡，假使講唔係聽人嘅地方，買你哋睇嘅這個幾多路卡來煮咖啡嘅時間，有特別有用版嘅煮法，也係講愛注意嘅地方，這樣可以拌一個咖啡嘅味道啦，吼，才不會浪費啦。按自家嚟講，這樣唔係弄係一個按好嘅睇嘅，有特別嘅愛注意嘅地方冇。好，我聽嘅跟講嘅都。馬上我們雲翔的堅持，我們雲翔咖啡的堅持，我們想買3蚊一年的頭，因為講3蚊一咯，一個3蚊一就包括我們的路程咯，哈，就是講，你像我們按多日，都會有一批，來講我都極其多，我認為那叫報廢豆。台灣幾多年冇辦法相信，因為我們在超市買頭的，你發現嗎？我們會看到保存期限，製造日期、保存日期差不多的1年。我們雲翔咖啡常賣3蚊一的配位啊，像我有這一批5月8號烘焙，5月8號、6月8號、7月5月8號嘛，6月8號、7月8號、8月8號，3月都會。我睇8月7號嘅畢業，我睇我講5月8號，然後賣出呢，我打包好了，一包一包，我們都半包裝嘛，佢嗰度好像3-4包吧，都嘅畢業係相同冇賣出，我睇我間間都包多。唔會啦，我會多一個推點當裝飾品。還有人還講我需要除臭包。我們不是都把咖啡渣煮過的咖啡渣，我都會跟他說，使用足夠的，500千啊，來乾給摸一摸，混做除臭包。好像我哋一般睇賣場買看到咖啡豆吼，保存期限容易叫差不多1年吧。1年哈，其實我哋雲翔就想買3蚊嘅咖啡，好，所以我哋的建議都新鮮很重要。好。首要就是你買到的咖啡都要新鮮。我買幾空1年當中，過來都溫度唔好太高溫，唔好水滾嚟都下去。台灣人迄種講自家磨，一般人會請你磨好可以。你可以自家磨，自家都可以磨豆機，唔下去粉讓它均勻。過來都係溫度最重要，唔好水滾下去，你都新鮮都做嘅時候好咖啡啦。最重要嘅係也嘅部分啦。哇，觀眾朋友真是談到一片啊！只要是行業的觀眾朋友，應該大家會感覺哦，佢心痛，從冇3年都要去準備淘汰嘅。不過有個咖啡真是按好哩，按樣辦煮，也係講有其他的方式咧。我哋休息一下，繼續再來同大家講哦。前面講到，除了有好嘅調味之外呢，還是好嘅咖啡，第一咧要有新鮮，第二咧呢，溫度。不過依邊啫，溫度啊，我談到幾多年有無相樣嘅意見哩。有啲人愛是社會叫我講90度以上，有啲呢可能講85度，有啲講可能72度也都冇嘅，都係溫度要有樣板嘅固定。我一第二講，有啲人啊，唔好是社會。還是人嘅，也有冷萃嘅咖啡嘛，都係有個溫度來泡咖啡，那也有那個標準咯。好，我哋先來講社會哈，社會簡單講就，我哋以後談講有85，
92，嗯，好，其实我一开始我请教我的烘焙师教我一个做一个咖啡时间，伊同我讲，伊讲其实唔对水滚的，我能倒到我们的手冲壶里面做，其实跟温度都差不多。唔是摕去个，因为你种在锅上底部，你水一旦离开你的水壶，也温度其实唔免上的个，也温度计衡的个温度，所以其实不用太拘泥，就刚刚那唔免摕鼻水喝咖啡，让它变轻松。唔去摕这个怎样做哈？唔是，当然唔可以讲我缩个地方要个滚水好了，我吐出这个倒下去嘛。好，我们都会有手冲壶嘛，那你会倒手冲，其实你只要水开了。我倒到手冲壶，再拿起来，那个一瞬间，因为手冲壶一般都是铁的，所以你水还是能够两个温度差不多都供量上吐下去的，好，再加上这个种啊，是一个焖蒸的过程，好，又加上再分次注水，其实都米，最后种下去的水到最后时间，可能连80度左右，还有。压个锅上2分半，压温度高，因为唔要过太凉的水。你又按你摕，一般人想讲，干东西总比那个是那边左边倒过来，右边倒过去，冰凉，它接触空气它就变凉了嘛。所以其实不要太拘泥在这件事情上面。对，而且其实咖啡热有热的好喝，冷的有冷的，像你都推出一个冷萃，一个都可以提喷，让你把喝咖啡变简单，你也不用管温度了，你都打开来。像泡茶一样的茶包一样的，安尼做好的咖啡包，你都可以接到红个地方，多囊水，落杯买矿泉水嘛做得，种一片都调到冰箱地方，好，11点钟过后，你都可以拿出来，个咖啡包可以取出来，安尼冰一礼拜，你啉拢做得。冷萃有一个好处，冷萃它释出来的咖啡因，会跟热萃是不太一样的。够大吗？够大。因为它是持续的、慢慢的释放的，好，所以它不会像热一下子把那里面的物质全部释放出来，可以你喝得到咖啡的风味，可是比较不会没有咖啡因。像我们云想推这个，我们叫什么咖系列，糖红的都是很上瘾的，对，很上瘾。我们就说我们的什么咖系列，你就一包你打开来，里边有两袋，你都可以建议去红的地方。都可以减起来，重量水总会都减起来。矿泉水嘛做得都摆在冰箱哈。11点钟过后，你都将个咖啡包拿出来。我摆在冰箱，天天的里面给你来弄排，1礼拜你拢可以。一定会12点钟吗？个烧个豆腐有帮个影响吗？会风味的浓淡，俺能测试过都12点钟过多好。当然你讲啊，咖啡的米线啊比较浓一点，你讲啊加2点钟可以。对，但是你一天最少要有11点钟。因为伊还能天天的释放，伊没像烧咖啡、烧茶个，那一种下去伊就出来的，对，你去给泡过一杯，你都滴。我们这个蛮多年轻人都很喜欢。对。不过一边在，你那台湾调到是烧的精品豆啊，有冇咁样风格，有冇咁样不同的样的。你也跟泡冷的呀，还没有咁样，也有冇咁样口味呢？我们出一项目前我们总共是有5种的风味。一个是原味，对，它找出一个适合做冷萃方式，没每一种台湾拢适合做，然后再来就是其他的风味的部分，这种就叫风味咖啡，因为它不是咖啡豆本身自己的味道，我们必须透过2次的烘焙，把那个味道给带进去，这个也是功夫，所以他就把水蜜桃果干，然后像葡萄干的果干，草莓的果干，把果干的风味带进去。我说佢用thiết配用刺眼的东西，用刺眼的方式，將一個蜜桃帶入去一個咖啡地塊，讓喝咖啡變有趣。佢唔係講人哋青菜落嘛嘅化學嘅東西啦，有一個糖啊嘛嘅東西冇相同啊。迄種我比如今日泡一個朋友講，我想喝檸檬咖啡，給一些檸檬汁進去，那個味道也不會是這樣的。你喝了就知道，它會從頭到尾，就比如說你咖啡喝完，水蜜桃咖啡喝完。你仍然喝到的是咖啡的味道，可是你嘴巴留的余韵就是水蜜桃。哇，那么神奇呢！按你等一下马上录了可以保试看那先。不過等一下呢，有個泡要等12點鐘呢，唔係馬上泡。所以待會去吃個泡。好啦，等下有閒的時間再來吃個那先。不過講到有個泡冷的、泡熟的咖啡，那咖啡竟然按神奇啦吼！因為這讓人像摕店方有賣嘛，還是講唔能有像其他店的咁樣，唔要去做個設計啊，去攞去推廣咧。我哋現在目前雲享咖啡當然因為咖啡啊，其實我係豆商，我不是咖啡廳。好，我係一個咖啡豆商。但是因為我哋本身我哋睇美濃，我哋有蔬菜，美濃有幾好嘅地方，我哋都睇我之前講嘅塊檳榔潭嘅
他们好，俺们都有双烘焙坊，俺们有一个月光山烘焙坊，还能卖欧式的面包。哦，所有的都是天然酵母。好，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有云享咖啡的一个展售点，那是固定展售点。好，我们那里叫双烘焙坊，所以你上网 Google 月光山烘焙坊或者是云享咖啡，都可以 Google 到同一个地点。就在月光隧道前，也欢迎观众朋友大家都有机会来美浓玩，好山好水，来美浓山哈。谈到安内，就马上亲朋友就想到，是下午茶的时间有咖啡，连点心都准备好的咖啡，所以有神奇的提下个。但是除了一个固定的点，我大部分拢摕落杯走。哦，拢杯走，你走过那条边，北中南人都有走吗？俺们有接到，俺们咧邀请俺们出去。好，像俺一开始的时间俺拢走，因为亚个产品本身跟国标舞是结合的，所以比赛会场。哦。好，我第一个参加都提新装，好轮椅国标舞，俺们推先从白龙个做个，推先从做，也展售商品，阿妈煮咖啡给你吃的。好，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过程里面有很多甘苦谈啦。那有一笔早晨，我都接到一个泰国同学讲啊，演的新店，好台北的新店，陈山地杯。好，有一个中心可以办两岸书法协会的展览，各种书法界的名人都会到。他讲唔用伊汉人同来讲咯，伊讲刚来的嘛咯。我的个性真的是压抑哦。我因为我工作室摕我宠哭工作室拢摕高雄，我对米农出发，扛着大行李，出国最大咖的那种行李，去点烘干所有的产品充足的去全部装好，我都坐高铁上去，你看我约2点半，大概因为新店的捷运站等啊。我从来没去甲坐过捷运，因为应该车拢时差的，但是我都可以勇敢。拿那个皮箱的东西看，太保湿保暖的送医。但是需要成山地的，但是嘛，归神奇啦，因为同书法界的大家一起交流，归神奇，因为都是书法界的名人。就让书法跟咖啡结合，他们也很喜欢。一般来讲，可能谈到下某笔时的时间，画面上就出现茶通。第一摆谈到今日一天之天要用咖啡。我也买过一段年龄咖啡。更加更加啦，以前那把可能都会茶，以前还没咖啡的时间。就是在那个两岸书法协会的这个展览。那还有一次的展览因为这2年大家都经历了疫情，也在这边鼓励大家。虽然经过疫情，但是我们都还好好的，所以大家一起加油。好，要创业的可以来找我。好，然后就是我们有在鸟巢那一次，刚好好像疫情中间，有一些展览已经开始了。好，可是现场禁止饮食啊，来考验来了。你总唔得啉？刚唔用啊，让我咖啡冇啉到。但是我的音响有一个怪厉害的地方，也还能在低贵的咖啡上做唔到的，因为我们的鲜度够，所以它的什么香气够。为什么我不卖3个月的？因为我在咖啡的认定上面，我认为咖啡不是只有用来喝的。第一个看豆子，所以这个顺便回到你怎么去挑选它，看豆子大小颗的均匀。第二个去闻，如果这个咖啡没有香气了，那基本上它最少大概都是半年以上。对。第3个最后才是喝，好，所以我们在现场我们就做了一个事，没办法冲煮，对不对？我就打开我的蚊香瓶，就像你现在画面上看得到的，我们的小瓶一罐。我们那就叫蚊香瓶。用来批耶。我的客人都不是先喝咖啡，是先闻。对，而且每一款咖啡都闻起来的香气是不一样的。对，他们每一款都有独特自己，它有可能闻起来有点榛果的味道，有可能闻起来有一点点，就像您刚刚喝的那个华尔兹，你直接打开它就会有酒香。真的哟。对，你闻豆子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对，没想到除了色咖啡啊，可以了批咖啡，那么神奇。所以就是看闻，最后才是适合。那咖啡除了因为以前特别研发了一个蚊香用来批的。是。这同人家在设计的时间，真是同有大家在团一个讲，某个味道，还某个调味，有人特别来做，请人做，应该讲来找这个豆子，给我有印象需要哪一些有味道的调味，给人按呢用味道偏爱吧。有，我们其实其中有一款是唯一没有用国标舞的名称命名的，它叫波波拿铁。那这一支波波拿铁，对，如果翻成英文的话是 BOBO， 就 Bobo， 有点波东西那啵那个声音，Bobo 拿铁。那为什么？因为这是我女儿的小名。我们这烘焙是很怪，
他认为他的技术不应该烘生培。所以是因为我女儿，因为那年轻人他通常都比较不喜欢精品豆的那个酸，然后他就要求，他本来不肯，那我就拜托他，我就说那个是你外甥女，我们不是结拜结流，外甥女想喝的，所以他就烘了2支，没想到出奇的效果好。我现在才知道说，当一支真正好的咖啡豆，它能够烘成生培，它的油脂够。它没有太多的焦掉的物质的时候，其实它是非常棒的。所以像我们这支咖啡豆，很多年轻人偏爱以外，还有一个喜欢 cappuccino、espresso， 就是浓缩咖啡的人，这支是极品，而且它价格不高，对，它的油脂是，假设我现在这个瓶子已经装了这个豆子，我倒出来，对不对？我的瓶子都是油的，哇，给本身的油脂的油脂，不是每一只豆子都有这个油脂，它刚好就。选中的那几支里面，其中这一款豆子，所以我常常都笑说，人家都有女儿红，我们家这个是女儿咖，女儿咖，我们家的女儿咖波波拿铁，这一支我很建议所有的年轻人来尝试，因为它喝美式，完全没有酸度，真是咖啡香很浓。如果对后生朋友其实唔好是太重的咖啡，他们是酸味的问题，不喜欢酸味的咖啡，对，所以这一支很特别，在我们这里，观众朋友。好在今日依萍姐来到节目地位分享，咱本来重新认识的咖啡哦，也顺便认识了一个安特别的云南咖啡。大家有机会来到美浓的世界，除了去好山好水搞料之外呢，也可以去给人家炒料一下，品一下咖啡香，试一下咖啡，来谈一下有关咖啡的故事哦。今日再一次感谢依萍姐带来安精彩、安好谈的故事，多谢。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美浓了，行上行下唔到美浓山下，来美浓月光山烘焙坊云享咖啡，欢迎。好，更加出去了之前呢，先听听我哋先生来运动一下吧。希望我哋福建来节目嘅朋友，记得点赞、听客家电视台嘅频道，顺势记得分享出去哟。